警告你，立刻离开季教授，否则我们对你不客气。啊，不客气啊！啊，好吧，来吧。哎，看见没？有女生被围了，就在食堂后边。女生间的争风吃醋吧？那个带头的好像是季教授以前的助教。电铃呀！不是你，我又没说我们要跟你打架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打呀，多没意思啊！那你们有话快说吧，不然的话，我的炸鸡还得趁热吃呢。你拽什么呀拽？我告诉你，你有什么好的？季教授有让你做过30多遍 PPT 吗？而且每一遍还不重样的。把学生做的模型通通砸了，再让助教来打扫。读研从来都是动兵结构，绝不给留名字，而且会给你布置一大堆作业，搞得你生不如死。就是啊，出口啊就能把人贬得一文不值，各种习惯龟毛到爆。那你们喜欢他什么呀？到底？虽然吧，他这个人性格不好，但作为男神，颜值还是够高的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人还是有优点和魅力的。哎，听说他家里给他安排相亲，季教授一直没有同意，可见男神啊，至今单身。啊，不能。听说他有个前女友，长得特别漂亮。实锤吗？听学姐说的，廖宝珍。前任很漂亮。可不是嘛，他爷爷逼婚逼得那么紧，到处给他相亲什么的，那肯定就是想让他忘掉前女友啊。教授是有多喜欢那个前任，才为他守身如玉啊？那个女友粉呢，我是做不了了，是做不下去。不过这个是什么呀？季延信后援团专有勋章，只有正式会员才有的。哇，你们都有啊？那当然了，我们还做过季教授的周边呢。你看，等等，来帮我拿一下。哎，干什么呀？给你们看个东西啊！噔噔噔噔！哇，太可爱了吧！好漂亮！我拍张照，我要拍张照。哎，要是这个能印成周边的话，那在学校里一喊，肯定有很多人想要啊。真的假的？那不是赚翻了？那当然是真的。首先呢，你这个画工是没得说，就算是你脱粉了，也可以利用周边好好的赚一笔。要不我们加个微信号？来，我送你。来，不好意思，来，等会儿啊。哎呀，我不是混粉圈的，我只是一时嘴快说卖周边的。不重要，今天的事情忙完了，回去吧。哦，茶叶吃完了？我都给他们分了，而且我自己也不喜欢吃，也没什么胃口。为什么？不是第一喜欢吗？我对炸鸡脱粉了，听到前女友就一点胃口都没有了。小孩子的喜欢，果然靠不住。我不是小孩子，